过来看台中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，靠通讯软体甲网络来交女性朋友。最近佮收到对方破病断院的相片，就去银行讲要汇钱来甲救济。结果警方一看，就发现讲这相片根本就是用电脑 AI 假做的，伊才知影家己已经被骗去。 58岁洪姓男子日前到银行，指明要汇款7万块医药费，予可是女网友。行员烦恼是爱情诈骗案，通报警方到现场。洪男出示女网友的身份证截图，关键雄雄发现证件是 AI 合成的相片。这是假的身份证啊！我帮你一查，查得出来的话。 先生，这个是假的，而且 H2不可能有28这个数字的。身份证的字形甲字体大小拢无正常，身份证号拍入去警用行动电脑，还阁显示查无处理。相片当中也看无查某囡仔耳仔，无符合相关的规定。洪男无细心，阁提出网友破病倒伫咧眠床的相片，但是又阁去予警方突破面部是 AI 合成，而且甲颔棍仔的接合所在也阁真老草，才总算相信是一场骗局。假的身份证上面的字体小于一般的正常的身份证的字体，不是名词躺在病床上的 AI 合成的照片，头部跟身体的结合处根本是不一样的。当你接到视讯电话时，可以要求对方转头在脸的前面挥挥手等动作，会发现对方的脸部会出现模糊或者是色差的情况，就可以利用影像的破绽。 来分辨出对方是不是有使用 AI 技术，避免受骗。AI 技术一直在进步，台中市刑大提醒，诈骗集团常常借此换面变声，直接假做被害人的亲友。建议民众会使伫咧失信的时阵，要求对方伫咧面头前握手。若是出现面无清楚、怪怪的所在，就是 AI 换面。若是接不到电话，会使挂掉，搁再通讯录的电话卡倒转去纠正，避免受骗。记者台中报道。